我哋最後一場啊，呢個琴港澳青少年友誼賽 U10嘅賽事嚟到最後一場啊，由紅色衫嘅阿仙奴對陣黑色衫嘅澳門球隊啊，澳科精英。咁啊，大家都係同聲同氣啊，可以雙方球員都用粵語溝通啊。咁啊，球證亦都係講粵語啊。咁啊，阿仙奴加油啊！咁尾場見阿仙奴派出呢，除咗謝啟信龍門，咁啊後防守呢邊，攻呢邊，係咪 ？OK， 好。雙方就交換咗個轉邊之後，交換咗個球場啊！咁啊，左右對調，頂上最前嘅康仔88號，兩個中場睇企位就係波子拍住翼橋啊！左邊係劉卓軒，右邊係阿凡，而後防方面就由優土拍住周林。見到球證嘅波球證衫啊，咁啊同澳門隊就大家都黑色啊。見到澳門隊啊，踢得出界嘅。嚟啦，到啦，到啦，加佢，放埋啲黑色。張軒要嗌啊！優土後啲，優土後啲。波子搞翻左路劉卓軒，去咗個死位啊！波子非常之靚啊，咁一拉就喺兩個防守球員嗰度過咗去啊！優土又係一腳啊，一腳向前，但係就過唔到對方嘅守衛，之下就對方一個反擊。阿凡就搶前啊！咁啊交後咗啊呢波，佢想交翻俾中間兩個中場，但係嗰兩個中場就上咗一步之下就交失。轉邊，劉卓軒。翼橋交翻俾右邊周立，阿凡嚟㗎，阿凡就要繼續逼搶啊！將個波攞翻落嚟，波子。準備圍埋嚟，後啲，後啲。優土嚟㗎，優土。中間一條。先。繼續。好就望波，好就望波。咁啊，波子就卜咗個波出咗底線啊！澳科精英嘅進攻右路有個 corner。開出，咁啊全部漏晒啊！對方個隊長就非常靚，漏咗去呢邊，咁啊好彩有阿 Jensen 喺度啊 ！Jensen 再想出嘅時候，俾對方又卜咗落嚟。
波子出翻去一嚿嘅，喐咗後，係啊，頂實佢，佢回波就出啦波子。好嘅，紅色。第二站，要掉一波子走去阿康附近。好波，好波。你識向我掉。繼續，唔好俾佢踢。阿傑準備。好波，繼續。要到交去呢邊嘅時候，就有阿凡可唔可以攞翻住個波？咁俾對方就閂咗出界外啊！咁啱啱呢一球嘅橫傳就距離非常之遠㗎。好啦，冇啊，落嚟先，黐埋去，黐埋去。波子 reposition。對方一腳遠射啊！重做得快啲啊！波子阿喬兩個中間。侯翠軒中間康仔交翻後俾阿易橋，易橋俾波子，右邊仲有人啊！有阿凡，阿凡可以殺手鐧啊！好嘢好嘢！曾經喺草根聯賽就接應劉卓軒嘅一腳斜傳，咁啊射入一個世界波啊！嗰場嘅賽事就係對大魚腩啊！我哋第一球。哦，sorry 啊，係對港會啊，對港會扳平1比1嘅入球啊！做得快啲波子，我哋唔使理佢啊，係啊，準備啊，你望下康 set 俾波子啊，波子，重組中間，繼續，過嚟佢先，好，周林，波子。早啲啦，係啦，俾翻周林，唔好踩啦，波失咗啊！要到，呢波係咪越位咧？但係球證冇表示啊。好嘢，繼續，快啲！有空啦，阿康喐先，波子第二個。康仔，阿凡，鄭成交翻俾波子，波子俾翻劉卓軒，中間想再交翻俾波子啊！3號腰土，你對晒腰土，好嘢！ OK， 落嚟，好嘢！唔好停波子。周林後邊有鬼啊！點解要停？個人。嗱，你咁嚟啊，接住你啊，係啦，望埋個黑色波子，唔好淨望波，黐埋佢。太細壓力啦，佢實踢得好。喂，好慢啊，快啲得唔得？阿喬中間。周林，好嘢啦！呢個漂亮嘅搶前啊！好側身。范。好靚嘅對方一個回旋啦，咁啊過咗阿周林啊，但係呢波周林就冇放棄啊，將個波篤翻出底線。奧科精英就喺進攻左路啊，有個角球啊。直接出咗底線。阿林。冇入翻嚟啊！謝希冇入翻嚟啊！望下啲黑色阿凡，黑色喺邊阿凡？阿林執漏。sorry 啊，走啦，翻過嚟謝希。
阿鵬望波睇。嚟緊先，未攞定要埋啦，係啦，先食住。我接頂一下，康仔可唔可以控住個波呢？老土中間，但係一轉身之下個波失咗啊！我哋要護球方面，我哋再要改善啊！交翻俾左路劉卓軒，咁啊康仔已經企喺遠角，但係企一個越位嘅位置嚟㗎。Jason 交翻俾右邊，范嚟啊！周林要回防啊，但係呢波有冇出咗邊界呢？波子打前鋒。康仔落去休息啊，上嚟嘅係樂賢。波子啊頂上最前啊！阿凡交翻俾波子，周林。如果漏咗之下2打3啊！咁啊刻意可能想燙個遠角㗎。波子，阿凡可唔可以使出去殺手鐧啦？咁啊有遠射，咁啊球證話呢波係出咗界先啊！樂賢非常之靚嘅一個頭槌啊！一個好啦，係啦，一條去，樂賢好啦。阿林二過嚟。波子繼續係紅衫嘅界外球啊！波子你走第二個線咯，係咪啊？即係你有啲出入先。係啊，好喎，鼓勵大家。徐軒搏咗個波落嚟，樂賢波子2打3啊！採出直接係一個遠射啊！哇！見到左路啊，一直突破右土。交翻俾左邊、右邊嘅波子一個急扣，轉唔到轉身之下個波啊，就俾對方就一個反擊。呢波係越晒位啊，呢波越，但係球證就冇表示啊。球證，周林，呢個時候，周林同卓軒就落去休息啊，上嚟將會係伊人同阿維成啊，咁啊一個左中場同右中堅嘅一個對位換人啊。
圍城交翻俾 Jensen， 交翻俾圍城。落嚟啦，即刻！穿到你先搶啊！咁啊，移翻過嚟，圍城租土移翻過嚟先。阿凡就街外球掟得好遠啦，Jensen 扣咗兩下之下，有腳射門嘅機會啊！波子同咗個防守圍城，企定，係啦，邊個出？冚埋嚟啊嘛！一個唔好亂標，跌。企定兩個中場。黑色喺邊啊？望人啊！望人啊！樂言啊嘛，樂言冚埋嚟，係啦，包佢兩個樂言，理解樂言。做得好好啊！出翻嚟樂言，你中人嚟㗎嘛？樂言出翻嚟。馬板，好波，係啊，腰肚噏，我成噏，未攞定埋。呢波未出界啊！腰肚食住個位，好靚嘅防守啊！波子可唔可以喺界外殺翻入嚟啊？咁啊仲有噶，交翻俾呢邊空咗嘅 Jensen， 再讀翻俾阿波子，波子就喺腳射門之下就對方付咗出底線啊！老土有冇機會可以伸到腳啊？龍門前面。兩個邊可能咧，主要係遮住。好嘅，圍城。揾人。圍城食到個位啊！繼續。交翻俾中路波子，翻轉頭啦，唔得翻轉頭，樂言都得㗎。係啦，樂言第二條線啦，老土。咁呢場波見到阿仙奴呢個護球同埋個用球係明顯比頭兩場係好咗，有信心咗嘅，夠膽做先啊！係啦，即刻。OK 啊，繼續加油啊，阿仙奴！出去，圍城背脊，出力啊，林日峰！好，阿凡係逼得靚啊！呢波好包飯。睇睇我哋呢個 corner 啊，入追有啊！非常落點非常之準確嘅角球啊！有咗入邊我哋身形相對矮小啲嘅樂言，佢正係我哋頭球最好嘅一位球員啊！咁啊，率先幫阿仙奴係領先澳門球隊啊，澳科精英，咁啊比分去到1-0啊！咁啊，蘇花上半場阿仙奴係踢得係最好嘅一個半場啊！睇佢先，睇佢先。sorry 啊，係啊 ，sorry 啊。
拉過去啦，圍上拉過去啦，佢左俾你咪得咯。入福唔好咁遠，唔好咁遠。高咗咁細嘅。哇！比分暫時都係1-0啊！天色就漸暗啊，見到球場嘅燈光就仍然都未亮起啊，咁啊溫度亦都急劇下降啊，應該係去到20度以下啊！而家哇波子個狀態。好似而家啱啱呢場就啱啱先出到嚟啊！入波，唔係圍城要拍埋去啊，冇問題。話黑衫重組啊，喺自己嘅半場。出咗界，球證。望下波子接阿橋做第2點啊！叻仔啊，叻仔風！俾錢啦！叻仔風！好靚啊！呢波。咁啊，好明顯，阿仙奴呢個上半場係踢得唔錯啊！咁啊，呢波好可惜，就再交翻俾阿范嘅時候，翼橋呢波有少少大力啊！唔係啊，范停咗步唔係佢嘅問題，佢一攞都係要俾嗰度。林日峰落啲，橙色鞋，林日峰。啊，圍城漏咗啊！呢波。哎呀！咁啊，奧科精英一個補射就高出啊！咁阿仙奴係領先上半場啊！話阿仙奴繼續加油啊！上半場係暫時見到踢得最好嘅20分鐘啊！咁啊，稍後我哋將會迎嚟香港對澳門嘅下半場。